荷里活巨星 Johnny Depp 最近出席東京動漫節，佢左手尾指上面戴住一隻粟米心戒指，成為全場焦點。呢隻戒指唔係啲咩名貴珠寶，而係價值300日元嘅扭蛋玩具。消息一出，即刻引起全球網民熱議。據講，呢款粟米心戒指係2021年日本扭蛋品牌 Breitling 推出嘅粟米婚約戒指，設計源自日文婚約同埋粟米嘅諧音梗。系列有5款造型，包括粟米心、爆谷、粟米粒、燒咗嘅粟米粒等等。Johnny Depp 戴嘅正係粟米心款式。消息一出，唔少網民都覺得不可思議，留言估唔到 Johnny Depp 咁貼地，好想有隻一樣嘅戒指。而因為 Johnny Depp 嘅加持，呢款扭蛋戒指隨即俾人炒起，喺網上購物平台嘅價錢去到幾千日元。就連戒指嘅設計師都話受寵若驚，喺 Twitter 上話自己好似發緊夢咁。